所以提醒各位乡亲啊，你开车的时阵，敢会当切目镜哦，上好是卖。啊，若无你会像新北市新增啊，这个货车的驾驶同款，开车的时阵啊，头门关无目，外口落雨水总泼入来，泼着伊的目镜，啊，总把目镜摕落来切，这一切目镜啊，规台车失去控制，弄着安全岛啊。好佳在啊，伊受这个伤啊，无介严重啊，提醒开车爱专心嘛。 这台白色火车本来伫内线驶好好，要到路口的时开始向中偏过去，煞来就去弄着啊！为下海监视器画面图知影讲这弄一个真正力，零件落甲满世界。这个本来要倒来乌多摆，一个看到了嘛，惊一条，赶紧切出去。火车车头弄一个害了，玻璃嘛拢破去，车门嘛弄一个外骨刺穿。手跟脚稍微受伤，去医院了。 原因这个消息赶到现场，加在驾驶已经家己落车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新庄的中正路，站的11点外，因为落雨，这个细念的查甫人，敢若是因为头门关无好势，地主讲雨水有淋入车内，为着要切目镜，无注到头前的路况，无细字煞出车祸，加在人无啥要紧。驾驶四肢轻微擦挫伤，酒测值为0。 暗时路面淡骨减骨，方面扫过台湾全台拢落雨。新北市的新庄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4米呢，第一名是三峡的61米呢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4天的连假拄着方面内底乱，全台拢有雨，咱乡亲啊出门爱细致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